后来，这个总统大选顺利来结束，有目睭光的网友来发现，副总统参选人这个当选人萧美琴，伊大新的保镖竟然是国防部的节目《举光皇帝》主播王柔。王柔是政治新闻系第一名毕业，做过总统府宪兵的排长。因为外形袂歹，讲话条理分明，所以来担任着国军汉声电台的主持人，甲举光皇帝主播。5年空了后，应该是会继续来保护萧美琴。2024选战期间，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提交竞邮票，身躯边有一块白头占背影的女性提起保票，前后对调调，互朋友感觉真面熟，原来就是伊。大大蕊的目睭将精神，伊是政治新闻系52期王柔。民国95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了后，换到总统府的宪兵担任排长，落尾接任负责破坏地区警卫安全的宪兵连配，随后调去到国防部政政局服务，长期担任国军汉声电台主持人和举光皇帝主播。各位亲爱的官兵同仁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柔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举光原地》。民国105年的国防部形象67，王柔嘛票选争做1月份的方面人物，那是军方的女性军官代表人物之一，嘛我真侪摆担起军方各大典礼主持工作。任务已经结束了，谢谢您们。一摆总统大选，王柔挑战各区，先前调到国安局特勤中心，通过检举训练后，将做萧美琴的大型保镖。5年空后，有机会进入副总统的侍卫室，继续保护萧美琴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